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5章。安尼，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帝圣殿的府库。迄时，所罗门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、逐支族的首领，以及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，要迎接上主的约柜，对锡安的大卫城运起来圣殿。7月的节期，以色列人拢聚集伫王遐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遐个利未人就扛约柜起来。祭司甲利未人将约柜、会幕以及布边内一切圣的器具扛入圣殿。所罗门王甲聚集伫伊遐的以色列全会众，伫约柜前献牛、羊做祭物，祭物济甲未算得。祭司将上主的约柜入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下伫指定的所在。天使基路伯十股下面，基路伯伫下约柜的所在的顶面踢开因的室，遮砍约柜甲扛约柜的杠。杠真长，杠尾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，对外面就袂当看到。到今仔日，杠还伫遐。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，以外拢无别项物。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所下。所有伫圣殿，无论属伫倒一个班厝服侍的祭司，拢已经洁净家己，应对圣殿出来的时，利未人的中间负责献祭，就是亚萨、希曼、耶杜顿，以及因的后代甲亲族，拢穿幼麻布的衫，徛伫祭坛的东边，摕喇叭、瑟甲琴，阁有120个祭司摕喇叭甲因做伙伫遐。遐个分喇叭的、唱歌的，和谐做声，称赞感谢上主，因用喇叭、拿拨、乐器伴奏，大声称赞上主，讲：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迄时，上主的殿福分充满，因为安尼，祭司袂当继续服侍。上主的荣光充满上帝的殿。